后来，这个疫情是大大来冲击到观光业甲餐饮业，有不少的业者转型找新出路。餐厅内面拢零零清清，无人订到，不过门口拢真侪人排队，店员无用甲订好餐点，一个打包起来。先生等一份哦。厨房内面总铺师真无用咧制作菜色，这招牌猪脚面线，也有海产糜、海产羹。但是无共的是，阮本应该爱一大盘捧出来，即马咧这料理拢总变做小分量。这间伫台东的老牌蒸汽餐厅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业绩是差真多。但是即马个改做小分量，互民众换早，果然搁再吸引不少人。这样中餐方便就不用排队。希望台东的那个餐业都是用这样子。让我们方便使用。因为改变经营方式，业绩有成长，至少好了，至少有30%以上。将危机化作转机的，也有配合的乌糖粿业者。过去这乌糖粿因为无丰富济，因此只会当放3天。但随着疫情的影响，观光客拢无来，销量是大大下降。有业者引进冷冻的技术，这期限会当延半冬。退完冰之后，是跟原本刚出炉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。用科技和商品未受到观光客减少限制，会使方便冷冻寄送，互因的商品创造更较多可能性。